咁呢個咧，呢度抽咗喺呢度講咧，因為佢雖然佢唔係講辦學，但係咧都係同香港正覺連社有關。因為我哋今堂係講慈善啊嘛，咁所以我特別咧呢度又再抽少少時間咧去講國光長老咧係嗰個點樣去唔同嘅鄉村啊派米啊賑災啊等等嘅情況嚇。咁你見到咧佢每次咧都係一車車咁樣嚇，咁嗰個人山人海，你見到成個地方咧全部咧都係去排隊咧去攞即係正覺連社派嘅米糧同埋棉衣啊、日用品啊等等咁樣啊。咁除咗呢方面咧，佢亦都香港正覺連社咧，亦都有做一個念佛嘅法會嘅咁樣。咁呢個亦都好出名啦，即係每逢星期六咧就做念佛。咁108個禮拜咧就為之一屆。我哋一年咧就52個禮拜啊嘛。咁佢咧108咧即係兩年咧就為之一屆。咁由1950年咧到而家都冇停過呢個週六嘅念佛會嘅。係啦，咁你都見到啦，即係左上角嗰張就阿葉文義老師就頒嗰啲紀念品啊，頒啲獎座俾嗰啲念佛啦，即係佢哋係數數嘅念佛咧，第一名10幾萬或者20萬咁樣嚇，每個禮拜都出現啦。咁然之後咧就有計嘅，自己計念幾多嚇，念到最高嘅你自己報數咁樣，咁就咧第一名就有獎品啦，嚇有證書啦，證明咗你真係話念佛精進啦等等。咁呢個就係即係香港正覺連社其中一個特色啦，就係週六念佛會嚇，以108個禮拜為一屆嘅。咁好啦，我講翻嗰個辦學啦。咁其實國光長老佢嗰個基地咧，主要咧都係喺粉嶺同埋喺呢個即係跑馬地黃泥涌道嘅。咁頭先講過啦，嗰個淨爐喺跑馬地淨爐喺呢個粉嶺啦。咁淨爐改咗做寶供紀念堂啫，但係佢覺得個地方好大，就嘥咗有啲即係咁樣我嚟做紀念堂咧，有啲可惜。咁於是咧，佢就想喺附近一啲地方咧，就想做啲學校嚇。咁所以佢第一間要辦嘅學校咧，就係佛教正覺學校，就喺呢個當時候咧喺粉嶺嘅田心村嚇。咁亦都係粉嶺區咧第一間嘅津貼嘅佛教小學嚇。可以話咧，即係佢同佛聯會咧差唔多同一時間咧，都係擴展緊自己嗰個佛教嗰個辦學嗰個藍圖啊，嗰個版圖嚇。咁然之後咧，慢慢咧就即係當然啦，因為越嚟越大啦，收生越嚟越多啦，咁就變咗咧，後尾又搬咗去咧，就先改咗名做咧佛教正覺呢個連社學校啊。呢個舊底喺嗰個田心村啦嘅時候嘅佛教正覺學校啦。咁而家呢個咧就搬咗去一明路嗰度啦，就佛教正覺連社學校咁樣嚇。咁當然香港正覺連社仲有幾間唔同嘅學校嘅，咁但係咧嗰啲就比較後期啲啦嚇，即係最主要國光長老早期咧辦嗰間學校咧就係呢間嘅啫。咁你話80年代、90年代嗰啲我就唔特別再提，因為太近代啦嚇。咁呢啲資料大家好容易都揾到嚇。好，咁關於辦學咧，最後仲可以講埋咧呢個智蓮啦。智蓮淨苑嘅辦學咧，亦都係好啲歷史悠久噶啦。咁當時候咧，其實智蓮大家都知道啦，喺舊智蓮嘅時候咧，就係鑽石山嗰啲徙置區附近噶嘛。咁徙置區附近當然亦都有好多失學啊，即係比較貧窮啲嘅一啲學生啦。咁所以咧，智蓮淨苑就唔想啲學生咧係四圍跨區，因為始終鑽石山40年代、50年代嘅時候咧，鑽石山個發展係好差嘅嚇，唔似得而家咁樣啦，又荷里活廣場嚇，又呢個屯馬線又去到啊等等咁樣嚇，附近即係發展得好勁啊！以前咧就得全部望落去咧都係呢啲咁嘅徙置區啊！當然呢一張圖又再新啲添啊，再舊啲嘅時候咧，你望啲航拍咧，全部都係嗰啲僭建嗰啲木屋嚟嘅嚇，跟住又大家知道啦，石硤尾又大火啦，咁啊鑽石山其實都有大火嘅，咁就變咗咧，呢個係一個好惡劣嘅環境。咁啊智蓮咧就好好啦，就第3任嘅住持啦，呢個弘智法師啊，弘智法師咧就喺47年戰後啦，和平之後咧就辦咗一間智蓮義學。呢間智蓮義學咧，就佢當然啦，佢自己又係智蓮嘅住持，佢又係智蓮義學嘅校長，佢自己又做埋教師嚇，咁就咧一兼幾職，咁啊專門咧係收喺鑽石山呢啲木屋區嘅學生嘅。咁啊當時候咧智蓮點解咁順利做到咧？亦都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因為本身佛教界你知有嗰幾個大名啊，東蓮覺院當時嘅院長林寧真居士，即係張蓮覺交俾佢啦。林寧真居士佢係乜嘢？佢係佛聯會嘅董事。佢係東蓮覺院嘅院長，佢又係佛教即係頭先我所講黃鳳陵中學嘅呢個校董，佢係即係本身有好多經驗，佢於是咧就將嗰一套咧就亦都分享咗俾智蓮聽，
咁啊智聯亦都好快咁樣咧，係得到教育處咧去批准佢咧係開呢個智聯義學咁樣樣。咁但係當時咧即係智聯嗰個環境同而家好唔同啦，即係普通嘅一個寺院嘅狀態啦。咁所以亦都係啦，佢冇一個咁大嘅地方做學校，咁佢要用自己祖堂，佢係用埋自己嘅齋堂嚟做呢個課室嚇。咁最開頭係收30幾個人啦。咁雖然你話義學啫，但係其實咧都有啲學費喺度嘅。咁啲堂費啊咩成啊，就全部咧連啲教師嗰啲人工咧都係揾嗰啲居士啊、信眾啊等等咧去即係佈施啦等等啊咁樣，咁先勉強維持到嚇。以前嘅智聯咧就係比較一個咁嘅情況嚇。咁而家當然好大變化啦。而家智聯就金碧輝煌啊，一個唐代嘅建築風格係好唔同啦。但係以前咧係戰後嗰段時間咧，佢好有心機想做學校。但係咧，佢個財力咧係當時候絕對冇得同呢個東蓮國院比，冇得同佛聯會比嚇，即係就係比較嚟講咧，佢係一步一步慢慢咁樣好努力去做嚇。咁慢慢咧，宏志法師做咗個基礎啦。咁接佢手嘅咧就係寬惠當家師啦，後尾做住持啦。咁寬惠法師咧就係虛雲老和尚嘅弟子嚟嘅嚇，佢係呢個虛雲老和尚同佢剃度啦。咁所以咧，寬惠當家師佢本身咧出家之前咧，佢係經營呢個素食鋪嘅，咁所以佢係理財有道啦，佢係生意人啦，佢亦都係好識去即係長袖善舞啊、社交啊等等。咁變咗咧，開頭就係一個好艱難嘅時期啦。咁但係慢慢咧，喺寬惠法師做咗住持之後咧，亦都擴建啊，陸續義學咧越做越多啦，收生越嚟越勁啦嚇，唔再個課室咧要逼住喺自己嗰個祖堂啊同埋齋堂啦，可以有6間課室啊，可以收4班，可以收100幾200個學生啦。咁去到呢個就係大概咧呢個51年嗰時候咧就即係智聯義學啦，自己有自己一個叫做獨立嘅校舍啦。咁就係因為咧係寬惠法師嘅帶領之下咧，就慢慢做咗個規模出嚟啦。咁呢間智聯義學啦，後尾改智聯學校啦。當然啦，即係義學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好早期嘅階段啫。後尾都係政府有津貼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再做義學啦，你就可以做翻正式嘅學校咁樣。咁去到92年咧，亦都因為智聯嘅重建咧，呢間學校咧亦都結束咗。咁而家呢啲地方拆晒㗎啦嚇。咁後尾咧，喺90年代咧，智聯咧亦都辦呢個幼稚園啦。咁亦都90幾年嘅時候咧，亦都做一個智聯中學啦。咁智聯中學咧就係應該係一個簡單嚟講就係特殊學校，佢係特殊嘅學校嚟，佢唔係普通嘅嗰種中學嚟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智聯中學啦，就喺智聯嘅安老院同埋嗰個智聯夜書院隔離啦，咁樣樣。咁咧。最後尾啦，呢個辦學嘅最後尾啦，亦都講一講。頭先我就話咧，本身洗塵法師佢係想做一條龍啊嘛，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好啦，大學咁最後尾佢決定咗咧，喺獨立另一個地方要做一個咧香港佛教書院。嗱，而家大家知啦，香港能忍專上學院啦。咁其實前身咧，佢係叫香港佛教書院。佢係洗塵法師當時候咧，同僧伽聯合會一齊做咧，佢係想做一間大學。咁所以美名嘅就叫香港佛教書院。咁香港佛教書院咧，就當時籌款啊、等等啊各方面啦，咁樣都做咗一輪功夫嘅。咁但係後尾咧就覺得香港佛教書院呢個名，你知有佛教2個字咧，又係好令人有抗拒嘅。如果突然之間同你講有一間大學叫香港天主教大學香港基督教大學，可能你都會覺得，咦，我未必會想讀喎咁樣嚇。所以而家好勁啊！而家咪聰明啦，聖方濟各大學啊嘛，佢唔係香港即係如果講翻自己個明愛咁樣用翻啲名咁樣，可能就令人抗拒啲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咧，當時候洗塵法師咧，佢就話佛教書院係好，但係驚收生唔好喎。咁所以咧就後尾慢慢咧就改做能忍書院，能忍啦或者能忍啦，能忍書院。咁1971年嘅事嚟嘅。係啦，咁你見到呢度啦，改咗名啦，叫能忍書院。能忍書院咧。就即係咧呢個俾人個感覺唔係好強啊，唔係佛教唔係好強啊嘛嚇，即係唔會兩個佛教2個字掛喺度啊嘛嚇，咁所以就即係佢都有少少取巧啦嚇。咁當時咧亦都係有籌款啦。其實最初期咧，能忍書院咧就唔係喺而家荔枝角道嗰度嘅，就喺即係小弟啦辦公室嘅地方，宏法精舍喺荃灣麗城花園有間叫做宏法精舍嘅道場。以前咧最初期咧，其實能忍書院咧或者香港佛教書院啦，嗰時未改名啦，就想喺呢度辦嘅。
咁但係你見到啦，呢度宏發精舍咁，我翻工就知啦，得2層高嘅地方點辦一間大學咧咁樣樣。咁雖然佢籌咗款，但係後尾咧亦都覺得山長水遠啦嚇。而家就好好啦，而家有荃灣有小巴轉啦嚇，荃灣西有地鐵站行過去宏發精舍都好方便啦。但係以前咧，荃灣麗城花園未有麗城花園啦，嗰時係得嗰啲紗廠嘅啫嘛嚇，即係全部都係對住海㗎嘛嚇，咁全部都係工業區嚟嘅。咁變咗咧喺呢個地方咧就吸引唔到、收唔到生啊，招唔到生，咁所以就好頭痛。於是咧就使陳法師覺得諗下都係唔好啦，先至去買咗即係深水埗嗰邊嘅地。咁而家先有而家我哋見到嘅能忍專上學院嚇，但係即係個過程咧就係先有香港佛教書院，跟住要改名，想收更加多學生，就係咧能忍書院啦。啊，你見到呢度報紙有講啦，即係頭先我講錯咗，73年啦，唔係71年啦。73年咧就先叫能忍書院，就係咁啦。咁所以而家網上咧有啲資訊咧其實係錯嘅，因為咧成日都話咧以前創辦嗰時叫能忍錯，最開頭嗰時咧係香港佛教書院嚇，73年之後咧先叫能忍書院啫。啊，呢個就大家咧可以注意下啦，因為網上有時有啲資訊咧都係錯嘅。咁辦學嗰度咧就大概講到呢一度啦。咁因為學校都好多，咁所以個篇幅就會大少少啊。咁仲有少少時間咧，我會講埋咧呢個佛教嘅喺醫院啦、墳場啦同埋安老院方面嘅一啲貢獻啊。咁大家都知道㗎啦，佛教醫院咧就係香港佛教界唯一一間醫院啦。咁但係其實當時嗰個創立咧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緣嘅。咁點解會有佛教醫院咧？當時其實係冇嘅。第一就係咧，所有佛教徒，無論你出家好，即係在家都好啦嚇，你念佛或者你唔念佛都等等啦，尤其是念佛嚇，咁就都會送去普通你醫院走咗或者咩成啦咁樣。咁你知啦，普通醫院點會俾你？因為當時咧佛教界都係好相信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個遺體咧8個鐘唔可以喐得嘅。咁問題你一般嘅醫院點會俾你8個鐘個遺體係唔喐得嘅咧？所以當時候咧喺1959年咧有一位老法師走咗，咁個老法師走咗咧，醫院咧就咁啱喎，即係一個好差嘅情況，一走咗即刻要冚白布，即刻要送走。咁咧嗰啲弟子咧就好傷心啦，即係佢哋想即係已經叫咗一班人咧去念佛㗎啦，係準備去回鄉。咁啊希望翳醫院咧，你唔好8個鐘啦，你俾多2-3個鐘都好啊。你8個鐘即係冇可能，我大家知㗎嘛。但係你1-2個鐘咁樣樣都唔肯。咁於是咧大家覺得咧呢個老法師咧為香港做咗咁多事情，但係走嘅時候咧走得咁倉促，走得咁冇莊嚴啊！即係佛教界佢本身自己有一套對於死亡嘅睇法嚇。如果即係義法師修持，佢係修淨土嘅。佢都希望可以有人助念，但係香港冇一個醫院係可以方便到佢哋做呢樣嘢，咁所以咧就開始佛教界咧有人講就話咧，要唔要佛教徒自己出錢起一間醫院？而呢一間醫院咧係專係俾佛教徒有需要嘅人可以走嘅時候咧走得安樂，走得咧跟翻佛教嘅嗰個儀規去做咧咁嘅樣。咁所以59年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大家咧就積極咁開會傾咗一輪咁樣樣嚇，咁就開始咧有一個要興建佛教醫院嘅計劃啦。咁呢個就係而家你見到嘅，即係而家最新個樣啦，佛教醫院啦，其實佢都擴建緊嘅嚇，即係佛教醫院咧係 keep 住咧由1970年落成咧係冇特別即係話越做越細，佢越做越大嘅。當然而家佢俾咗醫管局管理啦，咁但係咧佢其實有一個新嘅大樓咧都係準備起緊嘅咁樣。咁啊係啦，呢個頭先我所講啦，1991年咧就香港佛教醫院咧就正式加入呢個醫管局啦個管理啦咁樣嚇。咁咧係啦，即係嗰個裝修工程啦，咁係2015年啦先做咗一陣，咁咧而家加咗幾百張病床，咁亦都而家再做緊一陣工程嘅嚇。咁我呢啲數字嗰啲，大家上網睇到，我唔再特別細節講啦嚇。咁總之，只不過俾大家睇到，即係話咧，香港佛教醫院咧，其實佢都係一間普通醫院嘅。不過佢當時個初衷咧，佢係希望咧佛教徒咧第一優先咧都會揀佛教醫院嚇。咁但係時至今日都冇乜所謂啦，即係你嗰度住落附近嘅，咁你咪去佛教醫院咯。或者你真係好想即係你係佛教徒嘅，你好中意嘅，咪去佛教醫院咯。即係而家嗰個功能有少少變化㗎啦，其實佢亦都係與時並進啦，有中醫啊，有特別即係一啲康復中心啊。佢有幾個科係特別落咗功夫嘅嚇，糖尿病啦，主要醫糖尿病啦，中醫啦，老人科啦等等，有啲手術啊，即係外科等等咧。香港佛教醫院咧，佢都特別投放資源落去嘅。
咁啊，主要咧佢亦都即係近呢幾年咧成立咗一啲舒緩治療啊、領養病人咧嘅中心咧，即係話咩？呢啲舒緩治療咧，即係話去到癌症末期啦，你各種嘅入侵性嘅治療咧都唔再適合嘅時候咧，你點樣去等佢安詳走埋最後一段路咧？咁香港佛教醫院亦都特別有一個中心咧，係專係做呢一啲嘅關顧式嘅服務等等嘅嚇。咁頭先講到中醫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佛聯會亦都喺呢10幾年，差唔多20年間咧，好落力咧係去將嗰個中醫嘅服務咧係落區結合嘅嚇。總之就係令人哋覺得中醫唔係一啲古老石山嘅嘢啦，係喺普通嘅醫療嘅機構入邊咧，大家都可以享受中醫嘅服務啊。咁所以咧，佢喺嗰個佛教醫院隔離咧，附近咧係成立咗一個咧中醫臨床嘅研究中心啊，咁啊培訓一啲中醫嘅後生嘅醫師啦等等咁樣樣嚇，咁亦都喺呢方面咧係主要係佛教醫院同佛聯會一齊轄下咁樣推啦。好，咁啊講少少歷史背景啦。頭先講咗啦，因為當時有個老法師走咗啦，咁啊老法師走得好唔即係大家覺得好唔尊嚴啦，咁所以先有佛教醫院啦。好啦，咁點樣去落成咧？即係你起一間醫院，嗱起中學就話政府借40萬俾你，你自己揞35萬啫。但係一間醫院梗係唔會幾十萬就搞得掂啦，係講緊要成1000萬、幾百萬啦。而家更加唔止啦，而家做間醫院要幾億啦咁樣嚇。但係以前你講緊幾百萬啊、1000萬係咩一個數字咧？佛教界有乜辦法可以喺短時間內籌到咧？咁咧當時候咧佢做咗一連串嘅工作嘅。咁呢度有啲歷史嘅刊物啦。咁啊，其實當時大家好重視佛教醫院嘅，所以你見到咧，奠基又有一本書，動土又有一本書，咁入邊其實只不過係一啲歷史資料啫，講翻即係點解我哋會即係起醫院啊等等咁樣樣嚇。咁好啦，當時候咧做咗幾樣嘢嘅。第一，1964年有一個最盛大嘅萬善圓法會啊。咁啊，萬善圓法會咧，其實咧能夠做嘅道場都唔多。做嘅次數亦都唔係咁多嘅啫嚇。以前東華三院成日做嘅，咁啊，但係咧為咗籌款俾佛教醫院咧，當時候成個佛教界嗱唔係淨係佛聯會啊。雖然佛教醫院咧表面上睇落去咧係佛聯會即係推動嘅，但係當時呢個 project 呢個項目太大啦，係全香港所有噏得出嘅法師，無論大大細細都好咧，全部我諗10個有9個半咧都係有參加呢個上面嗰張。1964年嘅喺智蓮淨苑舉行嘅萬善圓法會嚇，咁有啲照片啊，或者有啲影片啊，咁睇下影片睇下大家即係第日有機會我哋整理咗之後再分享俾大家睇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啲照片就係咧，當時候咧係群空而出㗎啦嚇，差唔多係講緊所有僧侶都參與，然之後咧政府亦都好支持呢件事嚇。你好少會見到咧一個萬善圓法會咧係會有政府嘅官員去剪彩。即係話咧，第一佢嗰個政府嘅支持咧，呢個一定要啦，因為你個地啊、你撥地啊、你各方面嘅嘢啦，你要記住喎，係60年代咧，仲係講緊咧，政府英國佬覺得咧3、5成群冇個好人嘅年代嚟嘅。你普通喺街度你3幾個人聚眾咧，政府都會覺得你係搞事嘅。你諗下，所以我哋睇翻啲歷史記錄咧，50年代、60年代咧。係好唔容易去批准你喺一個公眾嘅地方去做呢啲咁大型嘅法會，但係呢個係破咗先例嘅嚇。佢嗰個參與人數啊，佢嗰個各種嘅條件嘅開許啊等等咧，係史無前例嘅，係好快咁批准咗。所以咧，其實大家佛教界都好開心嘅，因為呢件事咧，大家都好想做。咁但係最難係咩啊？最難第一係錢，第二係政府。咁錢同政府後尾都好順利解決咗嚇。咁所以呢個咧係你可以講因緣和合啦，亦都可以講話咧。可以話體現到佛教界當時咧最團結、最齊心、落力最多嘅其中一個項目咧，就係佛教醫院啦。好，咁除咗萬善圓法會啦，你知萬善圓法會7日嘅啫嘛，咁7日做完點算咧？7日做完都唔夠噶嘛，7日點可以籌到幾百萬、1000萬咧？好啦，佢哋仲揾咗咩啊？揾咗啲紅伶啊，粵劇紅伶咧，去命令咧去唱呢個大戲。咁當然啦，有呢個即係新馬仔啊等等啊，呢個即係鳳凰女啊等等，全部咧都揀咗某一日咁樣就喺個電台度咧就唱嗰啲曲。
咁啊大家就打電話去籌款啦等等，即係而家就咩啦，即係睇 TVB 歡樂滿東華有好多啦。咁但係以前咧佛教界咧做呢個嘅籌款咧都係第一次嚇，咁仲要咧揾一啲明星啊紅人咧去唱咧，咁亦都係唯一一次啦可以講話。但係當時嗰個成果咧係好好嘅嚇，咁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咧去打電話去登記去捐錢俾佛聯會做起醫院嘅。咁另外仲有乜嘢咧？仲有攪珠啊，即係今日梗係唔係落彩攪珠啦，係買嗰啲抽獎券啊。抽獎券咧就佢咧特別咧講到明咧，你呢張抽獎券咧係梁醒波幫你抽嘅嚇，咁啊大家就哇即刻我要買啦，波叔幫我抽獎券啊咁樣嚇，一定咧我會容易啲中啲啊，就算唔中嘅波叔幫我抽都好啊咁樣嚇，即係佢用呢啲咁嘅方法招來。咁當時呢個抽獎券咧亦都係即係好快咁賣晒嚇，賣咗成幾萬本咁樣，咁亦都咧籌咗講緊係100-200萬喺賣抽獎券。64年、65年賣咗即係籌咗100幾萬，呢個係好勁嘅事嚟㗎啦嚇。咁當然亦都仲有乜嘢咧？仲有一啲係書畫展嚇，呢啲咧就係一啲有錢嘅呢個係其中一個洋服店嘅老闆啦。咁佢就捐咗呢個一啲明清朝為主啦嘅官員所收藏嘅書畫啊，或者一啲清朝嘅人畫嘅書畫，就捐出嚟做義賣、做展覽。咁呢度當然啦，即係書畫就小眾啲啦，唔係一般普羅大眾啦。咁但係都唔好睇小佢喎，都籌咗20-30萬嘅喎嚇。咁啊20-30萬又係一個天文數字啦，當時嚟講啊。咁呢個就係當時有嘅書畫展啦。咁啊好好啦，請到呢個恒生銀行嘅創辦人嘅太太啊何善衡夫人啊，咁咧就去剪彩。咁啊即係籌得10萬蚊啦。頭先我講多咗，籌得10萬蚊係啦。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觀世音有一套電影啦，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咁樣嚇。呢個觀世音嘅電影咧，亦都做咗個義演嘅啊。咁義演亦都係即係當時候籌咗即係又係十幾廿萬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咧，佛聯會香港佛教界咧，唔好淨係講佛聯會啦，香港佛教界當時候咧做呢個佛教醫院咧係前後咧籌款7次。最大型當然係萬事圓法會啦，跟住就啲粵劇名伶唱歌啦，義唱啦，跟住義演啦，跟住書畫展啦，抽獎券等等，總共咧就籌咗幾次，終於咧喺呢個1970年咧就落成咗香港佛教醫院。咁啊當時咧就請到港督戴麟趾啦去剪彩，係啦。咁就呢一個就係即係香港佛教界當時最團結嘅辦嘅一次嘅大型嘅活動㗎啦嚇。咁啊同一時期咧，其實亦都醫院啦，醫院就救生啦。咁問題就死嗰方面點處理咧？即係往生咗嘅人去點樣去安放啊，或者咩性啦？咁以前就大家都係喺唔同嘅地方嚇，即係普通嘅墳場啦。佛教自己係冇嘅，係有天主教嘅墳場啦，有基督教嘅墳場啦，有伊斯蘭教嘅墳場啦。但係佛教自己有猶太教嘅墳場添，猶太教嘅墳場咧喺東蓮國院隔離。咁但係問題咧，個個宗教都有自己嘅墳場啦，係佛教冇。咁點算咧？咁於是佛聯會咧，亦都有即係喺大概59年啦，即係又係從香港佛教醫院差唔多嗰個時期咧，就再提出要做一個佛教醫院。咁但係其實咧就唔係淨係戰後話要做嘅，喺戰前咧就已經講咗一次要做香港佛教墳場㗎啦。咁大概係幾時咧？1939年。1939年咧，當時候咧佢哋好似想喺九龍但係佢冇講到邊個地方啊。總之大概想喺九龍一個地方咧就起香港佛教墳場。咁但係大家都知啦，39年想起啫，41年咧香港就淪陷啦嘛，咁啊打仗啦嘛。咁其實39年嘅時候咧，你已經好多難民走緊落嚟啊，香港又籌款翻上去國內嗰度去即係抗戰嘅前線嘅將士啊，所以變咗咧嗰時只係講咗一句嘅啫。咁但係大家都聚合唔到做事情，咁啊打仗更加唔使講啦。咁啊又放下咗啦。咁放到去邊度咧？放到去1950年代尾啦，58年嘅時候。咁當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即係醫院又冇，咁啊墳場又冇咁樣，咁所以即係兩樣都冇嘅時候咧，咁大家就話不約而同一齊做啦，雙頭馬車咁樣啦。咁所以咧喺58年咧，佛聯會嘅董事咧就申請叫政府咧即係撥一個地方咁樣樣嚇，咁啊終於咧而家1960年咧政府就批咗啦。咁其實都好快，1年幾2年嘅啫嚇，咁就都冇乜話拖得好耐嚇。咁啊最後尾就係但係咧嗰個批准個地方咧批咗啫。批咗之後咧，後尾咧又有啲少少阻滯嘅，因為咧啲錢銀嗰啲嘢又唔到位啊，跟住之後咧又好似要想更加多嘅地方啊咁樣嚇，咁於是拗咗一輪咧，政府又再退讓啦嚇，即係好神奇啊！政府竟然退讓，再俾多啲地方你啦咁樣，咁終於1963年咧就正式批咗而家歌連臣角香港佛教墳場咧30萬嗰個土地咁樣樣。
咁啊，呢度都係當時嘅啲剪報啦。咁啊，正式1964年咧，就香港佛教墳場就正式用啦，咁樣樣。咁第一批用咧，即刻好快，冇咗幾耐咧，就有呢個海山法師。海山法師咧就係呢個叫做觀音寺，觀音寺喺呢個大嶼山呢個姜山嘅觀音寺嗰個開山祖師海山老法師，就嗰個時候啱啱走咗冇幾耐，咁就正式咧即係差唔多叫第一批用到呢個香港佛教墳場嘅法師啦。係啦，咁啊呢啲都係即係一啲附近嘅環境啫嚇。咁啊64年灑淨啦。係啦，咁啊當然啦，亦都有一個即係香港佛教墳場都有骨灰龕嘅。咁你好簡單嘅啫，只要你係佛聯會嘅會員，做咗3年咧，你就可以申請噶啦。咁亦都係嗰個非常之便宜啊！即係好價錢真係好優惠大眾噶啦嚇咁樣樣。咁好似係20年啊，冇記錯就嚇。咁然之後咧而家都仲有啲新嘅建築落成緊嘅嚇咁樣樣。咁因為即係大家知道骨灰龕位就不供應求啦咁樣嚇，供不應求啦 ，sorry， 供不應求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申請緊啊，想要加多1萬個左右。咁應該26年、27年咧就會有一座即係骨灰龕嘅2層高嘅地方啦，靈灰安置所啦等等嚇。咁佛聯會其實亦都與時並進嘅。咁因為響應呢個綠色嘅環保殮葬啦。咁所以佢喺個佛教墳場亦都有少少位置咧，係俾人咧，即係又唔想買位啊，又唔想土葬啊嗰啲咧，就可以將嗰啲骨灰咧灑咗喺一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做綠色嘅園區嗰度嚇，咁就實行呢個環保嘅殮葬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個叫做少少淨土啦。左邊個少少淨土係咩嚟咧？就係嗰啲夭折咗嘅 BB 啊，夭折咗嘅 BB 或者小朋友咧，咁就特別有一個位咧，就俾嗰啲父母擺喺度，嗰個環境特別係唔同啲嘅嚇，咁又即係叫做你佛聯會又諗得好周到啦，好細心咯，即係照顧唔同嘅人嘅需要咯。好，咁最後啦，即係呢一堂嘅最尾，我哋就講呢個安老嘅服務嚇。咁安老服務咧，其實就好早噶啦嚇，可以話咧，大家如果記得咧，我哋有一堂講大嶼山啦，我哋都會提到入墳嘅。入墳就係話啲馬姐或者一啲女眾啦，主要係或者一啲年紀大嘅法師咁樣樣，佢想揾個地方度過埋最後一期生命最後一期啦，晚年啦，咁佢就會喺個道場度咧俾筆錢就買間房，咁道場咧就包生養死葬，咁當然佢要服務翻嗰個地方啦。咁但係咧，始終入墳呢個制度咧，唔係個個接受到嘛，唔係個個會有一筆錢可以幾千蚊咁樣，或者即係以前啦講緊30、40年代啦，幾千蚊啊，50年代幾萬蚊咁樣樣嚇買一個床位咁樣買間房，唔係個個做到嘅，亦都唔係個個想做呢一樣嘢。咁所以慢慢咧，佛教界咧就希望咧有人提出要有獨立嘅安老院啦。咁當時候同期咧先天道道教嘅先天道咧就已經有安老院㗎啦。咁但係佛教係未有嘅。咁大概去到50年代嘅時候咧，有即係可以講話咧，50年代有幾間安老院咧，都係即係或起得好，或者話起唔到啦嚇，即係起好咗嘅或者未起好啦，都係同胡民府係有關嘅嚇。因為胡民府咧喺戰後一段時間咧，都係好係喺沙田啊嗰一帶咧係護持咗幾間道場嘅。咁所以佢喺沙田有份參與護持咗幾間道場咧，都係喺呢個戰後咧不約而同咧有一個安老院嘅計劃。咁其中有一間咧係真係落成咗咧，就喺沙田嘅般若精舍嚇。般若精舍喺邊咧？就係呢個沙田火車站咧隔離嚇，好近嘅啫。咁你見到啦，而家呢個中間就係主殿啦，右邊嗰邊咧就係安老院啦，前邊咧仲有一個義診所嘅嚇。咁咧當時候53年啦，就想要創辦人呢個弘賢法師啊，弘賢法師就係左邊呢位啦嚇，創辦人嚟嘅。咁弘賢法師最初期咧係信先天道嘅，但係後尾咧就改信咗佛教。咁然之後咧，般若精舍咧以前叫普靈洞普靈洞你一聽個洞就知一定係呢個道教嘅地方嚟噶嘛。咁但係咧佢就跟咗即係佢跟咗虛雲老和尚嗰邊嘅法脈啊。咁所以咧亦都信即係聽咗虛雲老和尚講咧，就將個名由普靈洞咧改為般若精舍嚇。咁就係所以個背景就係咁樣樣啦。咁胡民府咧就一直咧同佢哋咧好有密切嘅聯繫嚇。咁所以咧胡民府咧亦都撥咗筆錢咧係俾呢個弘賢法師咧去起呢個安老院嘅。咁但係起嘅期間咧，胡民府咁啱就走咗，
咁胡文虎咧就走咗啫，但係佢老婆咧亦都好好嘅。佢老婆咧呢個陳金枝女士咧，亦都係秉承咗胡文虎嘅遺志啦，係繼續咧推進呢個安老院嗰個建設嘅。咁終於咧喺1955年啦，前後用咗幾年時間啦，4-5年時間啦，就終於咧起好咗呢個咧波野精舍嘅波野安老院啦。咁呢度你見到啦，即係呢度有啲舊相啦。咁啊，左邊就係佢哋當時候動土動土嘅時候嗰個照片啦。咁你見到胡文虎仲喺度啦，咁呢個一定係再之前嘅事啦。咁啊，即係落成咗之後啦，咁亦都有大輪子啦，即係其實大輪子當時候咧同佛教界都好親密㗎啦，即係佛教界有啲咩大型活動咧，都一定係揾佢去開下幕展下彩咁樣。頭先你佛教醫院又見到佢啦，波野安老院而家又見到佢啦。咁呢個就係即係陳金枝女士啦，即係胡文虎嘅遺孀啦。咁當時就一個剪彩嘅儀式啦。咁呢個就係波野安老院嘅嗰個而家嘅環境啦。咁其實人數咧就越嚟越少㗎啦，只可以咁講因為咧時代嘅關係啦，亦都即係安老院係越嚟越多即係50年代就唔係咁多嘅，但係你話70年代、80年代而家更加多啦，私營嗰啲任你揀啦即係去差唔多每區咁樣隔幾條街有一間安老院。咁但係以前咧係沙田嚟講咧，尤其是佛教嚟講得一間嘅啫。咁所以當時候咧住嘅人數都好多即係一開幕就已經住爆晒咁樣咁但係波野安老院咧，佢有好嚴格嘅規矩嘅。第一你唔需要係佛教徒，但係當然你見到大部分都係佛教徒啦。你見到全部都係念珠海清等等咁冇念珠嗰啲咧就應該就唔係佛教徒嚟嘅。咁但係佢有好嚴格規定嘅，每個禮拜咧一定要上大典上典做功課咧一定要跟住嘅。無論你係咪佛教徒，你都要尊重呢樣嘢。同埋咧只可以食素咁亦都有好多嚴格嘅規矩啦，即係你唔可以隨便咧任何人嚟探嘅，因為安老院主要嘅目的咧唔係俾你即係嗱而家唔同啦，而家啲家屬中意就過去，中意過去啦咁樣咁以前唔係嘅，波野安老院咧，我睇翻個規矩咧係特別嚴格嘅即係咧總之靜靜地咧係俾啲長者咧安享晚年度過餘生嘅，就唔係話啲家屬中意一個禮拜又去，中意幾日又去一次，就絕對唔係嗰種嘅。同埋都即係法會一定要參加法會就唔可以唔參加。咁咧，所以咧，你見到咧，即係咧，法師講經咩成咧，嗰班安老院嘅院友咧，全部都參加嘅咁當然因為有大部分都係佛教徒啦，但係另一部分咧就因為有頭先嗰個啲硬性嘅要求即係所有佛教嘅活動咧，你盡量都一定要參加除非你病咗或者除非你出咗去啦咁除咗安老院之外咧，波野精舍咧亦都喺呢個60年代咧係辦咗一個叫做慈光嘅義診所咁就係當時其實佢辦義診所目的咧，主要都係因為服務翻沙田嗰一帶啦，即係可能排頭村沙田村即係近火車站嗰一帶嘅村民啦。咁但係慢慢咧，即係其實都冇乜咁嘅需要。咁所以而家咧都係開一個禮拜開一日2日啦，跟住之後2個鐘咁樣咁主要都係服務翻咧安老院嘅院友嘅啫。咁就變咗即係個功能又唔同咗啦。咁同一時期咧，亦都係咧頭先講過啦，胡文虎係喺好多地方咧都參與呢個安老院嘅建設嘅。仲有咧志蓮淨苑，志蓮淨苑以前咧喺50年代咧有一個安老慈幼院嘅。嗱，安老院同慈幼院兩部分啦，安老就好明顯啦，慈幼院就係即係孤兒院咁安老慈幼加埋一齊嘅。咁呢個都係全部係胡文虎俾錢起嘅。係啦，咁你見到呢個啦，即係話當時真係好型，大家都讓埋一邊俾佢企喺度影相咁亦都係動土嘅時候嘅一張合照啦咁右邊就係碑文啦。咁而家呢個都拆咗㗎啦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企中間呢一位咧，就係住持寬惠法師咁右邊嘅就係呢個陳金枝女士啦。咁左邊咧定西路法師啦，再左邊咧就係和學仁居士。咁成立咗之後咧就100張床位，咁慈幼院嗰邊就50啦，即係加埋85個人啦。咁1957年咧就正式落成啦。咁你見到後尾啦，即係收養咗100個位啦。咁兒童床位雖然50張啫，但係都係收得17位啫咁樣。咁呢個就係當時候即係個安老院嘅院友啦，就一啲大合照啦咁呢度咧亦都係佢哋即係食飯啊，或者平時嗰個床位啦，俾大家睇一睇啦係啦，咁另外咧喺64年嘅時候咧，咁有位何耀光居士啦，佢係建築商嚟嘅，咁佢亦都係佛教嘅護持好多啦，出嚟好多啦咁樣。咁佢亦都喺志蓮嗰度咧，為咗紀念佢母親咧，就起咗另一間即係佢有同一時間有2間啦，
智聯嗰個安老慈幼院就另一間啦。佢而家呢個叫何桂榮夫人紀念院咧，又係另一間嚟嘅咁樣嚇。咁啊變咗兩間院舍加埋咧，都有200人啦收到。係啦，呢個就係即係何耀光居士自己出錢起嗰間嚇。咁點解咧會咧？其實咧有時啲有錢佬咧都有競爭嘅嚇，即係咧佢見到胡文虎有一間咧，佢自己又要起一間咁樣嚇。咁呢間就我唔講點解我知啦嚇。總之就佢哋啲後人有時講起下啦，即係為咗紀念佢母親，但係亦都咧為咗就即係你有一間我又有一間咁樣啦，咁嘅一個用意啦。係啦，咁呢度就你見到啦，後邊就係何耀光嗰間，前面嗰間咧就係胡文虎嗰間嚇。咁呢個就意味就好清晰啦。係啦，不過即係始終姑勿論都好啦。咁智聯有兩間安老院，咁都係喺個服務方面即係社會安老事務啦，都做咗好多嘅。咁而家智聯亦都新起咗之後咧，佢都有一個安老院啦，咁亦都係好出名啦嚇。有分私家嘅，亦都係有呢個即係政府資助啦。咁呢個就係新成立咗智聯之後啦，佢有個安理嘅護老院嘅落成啦，咁樓更加高、更加多層數啦，個規模亦都更加大啦，可以收嘅院友咧亦都更加多。咁其實咧胡文虎咧仲有本來有第3間嘅，但係咧因為打仗，所以就落成唔到。咁喺邊度咧？亦都係沙田。頭先我講過啦，胡文虎本身咧佢活動嘅範圍咧係喺沙田嘅。其實當然就唔係淨係胡文虎啦，因為佢兩兄弟嘅胡文虎同胡文豹咧兩個咧都係喺沙田活動好耐嘅啦。咁包括咧喺呢間嘅慈航淨院慈航淨院喺邊度咧？車公廟隔離車公廟隔離有間慈航淨院咧。當時候咧嗰個建築唔淨係安老院㗎啦，你見到個大殿啊，你見到嗰啲即係藏經閣等等曾寮等等，全部咧都係胡文虎咧係出咗好多錢去起嘅。咁呢個就係嗰個慈航淨院嘅大嘅環境啦。咁你見到咧，其實呢一道門咧，門口咧就有一個咧見到胡文虎、胡文豹咧係出資起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當時候咧，我哋估咧安老院其實本身咧就想喺呢度嘅，但係咧點解我知道佢想起咧？因為佢有賣報紙胡文虎咧，你知啦，佢雖然自己俾錢出嚟啫，但係佢都想人知道㗎嘛。咁佢就於是咧賣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咧就同佢講，即係幫佢賣廣告啦，就話胡文虎咧而家兩兄弟咧準備喺度起安老院等等會籌幾多錢而都咧想起到幾多層高亦都諗得好好嘅，有埋療養有埋咩設備有埋一個活動嘅空間等等，哇！總之成大篇幅幫佢報導咁但係咧1941年想起啦，大家都知啦，又係講翻啦，12月25號香港淪陷啦，咁大家都即係鳥獸散啦，咁所以工程咧就停咗，咁所以而家咧。慈航淨院咧，如果大家有去過啦，可能大家都未必去過比較多可能未去過啦。你會見到呢度有個奇怪嘅門口嘅，呢個就係我哋推測咧，就係當時安老院如果落成咗咧，就係呢個位啦。咁呢個就係主要慈航淨院個大殿啦。咁另外就係話咧，喺60年代咧，東林練佛堂咧，阿永升長老咧，亦都有即係想繼承翻定西長老嘅位置啦，希望即係可以令到人間淨土更加遍地開花啦。咁變咗亦都有一個係要創辦一個東林安老院嘅一個規劃咁頭先講過啦，何耀光居士咧，佢係一個大護法嚟嘅。其實何耀光居士咧，同呢個東林練佛堂嗰個緣分咧，就更加深。可以話咧，早期喺50、60年代咧，東林嘅建設咧，有一半以上咧都係何耀光咧係有份出資去建設嘅包括例如大雄寶殿例如呢個印光大師紀念堂等等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東林練佛堂咧嘅安老院咧，就66年想起啦，1970年咧就落成開幕等等sorry， 咁就係而家大家見到呢個模樣啦。好，咁仲有就係最後啦，就係呢個香港正覺蓮社咧，亦都有辦呢個保證嘅安老院嘅，咁就係同樣時間都係60年代所以話60年代咧，大家不約而同做咗好多事情嘅，安老院啦，呢個佛教墳場啦、佛教醫院啦等等，差唔多都係呢幾年間咧係雨後春筍咧，咁樣做咗好多有益社會嘅事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當時由嗰個保證安老院成立咗之後啦，政府嘅官員咧亦都有份去祝賀啦。咁慢慢咧，亦都喺嗰個觀宗寺隔離啦，喺呢個即係80年代打後咧，亦都有保證嘅安老院同埋保證護理安老院咧，就結合埋一齊啦。咁佛聯會咧就喺嗰個慈善事業咧，佢主要集中咧，因為佢個心力全部都放咗喺學校啦，放咗喺醫院啦，
放咗喺呢個墳場嗰度。咁所以安老事務咧，其實佢係91年之後咧先至開始有嘅啫。嗱，其他咧就一早做咗好多基礎啦。佢就係好晚期先至開始做嘅啫。咁大家通常有時以為佢70年代已經有嘅，但係唔係嘅，係91年咧先有第一間。咁啊93年咧就有第二間咁樣嚇。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咧有一啲，因為好多其他道場已經做，或者佛教團體已經做咗唔同嘅安老院啦，所以佛聯會咧亦都唔需要同人哋競爭。佢做嘅咧係比較咧係接近係社區嗰啲老人中心，係日間嘅一啲長者照顧中心為主嘅。佢就唔似得即係成間好似自然咁樣係真係安老院啊或者護理院嗰啲，佢又比較有少少個功能上有少少分開嚟啦嚇。好啦，咁啊總括而言就係話咧，香港佛教咧喺戰後嗰個尤其是45年啦到80年咧，係喺呢幾方面啦，教育啊、安老啊、醫院、墳場呢4方面咧，係做咗好多工作建立咗一個好嘅基礎。咁啊，慈善方面咧，令到世人嚟到香港人啦，特別係即係對於佛教嗰個印象咧係改觀嘅嚇。點樣睇到咧？政府嗰個合作啊，政府更加容易去支持佛教團體去做呢啲社會事業咧。我哋可以喺呢啲咁嘅歷史嘅資料啊，或者一啲法師講翻嘅口述歷史記錄咧，我哋知道咧即係從好抗拒到開始配合，到大家咧係政府同埋呢個民間啦一齊合作咧，係就係有以上嘅所謂簡略地講嘅一啲慈善嘅成就做咗出嚟嚇。咁時間就係啦4:02啦，咁啊就今日遲咗少少開始，咁啊差唔多去到講到呢度咧，咁6堂6堂落嚟，當然啦，即係能夠香港佛教要講嘅地方咧都可以仲有好多不過咧，我特別抽咗呢幾個範疇咧，等大家咧可以有個概括啲嘅了解嚇。從戰前嘅最初頭嘅發展，到日治時期，到之後咧一啲居士重要嘅發展即係佢哋重要嘅貢獻，到而家就係嗰個慈善嘅工作點樣同嗰個社會點樣令到人間佛教咧喺香港建立起嚟咧？咁短短6堂希望大家有一個概括嘅理解。咁如果有因緣嘅話咧，希望可以再同大家做一啲深入啲嘅分享咁啊，首先呢度咧要多謝觀音講堂嘅邀請啦，要多謝呢個即係有一個咁好嘅場地，可以同大家作一個少少個人嘅意見見解嘅分享咁樣咁好啊，咁多謝晒咁多位。